TVB 花旦姚子羚最近又成咗港媒報導嘅焦點。原本係外界仍喺度關注佢同埋星二代徐偉棟呢段相差3歲嘅姐弟戀有冇機會開花結果啊？冇問呢幾日卻被媒體拍到咗新動向。日前有香港週刊拍到佢現身銅鑼灣嘅，身邊陪住嘅唔係早前傳得火熱嘅徐偉棟，而係一位外形相當搶眼嘅型男富商陳文俊。面對媒體追問，姚子羚亦都冇急住否認，反而笑住承認大家會間中出嚟食飯啦。仲一連講咗2次了解下。正因為佢當時嘅態度並不抗拒，所以唔少人都以為呢段感情好有機會再進一步。畢竟姚子羚呢啲年咧喺感情上咧一路走得唔算順。如果呢次真係遇到一個傾得嚟、相處舒服嘅人，好多觀眾其實都戥佢高興。據報道，姚子羚當晚先同陳文俊食飯，之後又轉場到餐廳樓上打匹克球。作為初學者嘅佢，對呢項運動顯然仲唔算熟悉，而球技精湛嘅陳文俊則喺旁邊親自指點，甚至仲手把手教動作。從曝光嘅描述嚟睇，兩人相處得相當自然，邊玩邊傾，氣氛明顯唔錯。期間仲頻頻交頭接耳，睇起嚟確實頗為投契。打完波之後，兩人並冇就此散場，反而再到酒吧區飲酒傾偈，一路待到夜晚11點左右，先至一同乘的士離開。陳文俊並非普通圈外人，佢本身係匹克球總會會長，近年嚟積極推廣呢項運動，亦都希望組成明星匹克球隊。姚子羚嘅感情路確實一直行得有啲坎坷，總係差咗咁少少運氣。